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含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过去袂少台语歌，歌名拢有分，像讲考分的人，分理无正义，分细声。大部分拢是描写两个人咧行咧乱来时，汤干蜜甜，啊若无闲时就正做分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分，读好阮分第7条。有人认为讲分甲hin是文白音，有人认为讲这是方音差。字典解说分有激气、怨叹的意思，像讲分一个人；另外嘛怨气有讨厌、可笑的意思，像讲怨恨。甲怨恨的代志放伫心肝内，就是扣分，嘛有人读做扣分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头前讲到的扣分，有人读扣分，意思就是怨恨的代志放伫心肝底。第二个词读做怨恨，意思就是简单来讲，就是怨叹悔恨，嘛当讲是怨叹怨切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阿明这人真够目可测，怨恨人嘛足够扣分，莫怪无啥朋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分，嘛有人读做hin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